呢度有一盞鹵素投射燈，亦即係我哋俗稱嘅石英燈，已經接咗去電源度。呢一塊係蛋白石，蛋白石係一種透明嘅晶體礦物，將佢放上燈箱上，開着燈先。由於蛋白石入邊有好多肉眼都睇唔到嘅細小氣孔同埋缺陷，光線穿過晶體嘅時候就會俾呢啲缺陷散射。藍光波長較紅光短，波長越短，被散射嘅機會越大，於是紅光嘅穿透力就強啲，藍光就較容易被散射。所以我哋睇到近光源嘅地方呈現多啲藍色，而離光源較遠嘅地方，由於藍光都已經被散射，只係剩返穿透力強啲嘅紅光，所以呈現紅色。喺日頭，天空呈現藍色就係陽光被大氣中氣體分子散射嘅結果；而日落時，雲霞呈現紅色，就係因為陽光透過好厚嘅空氣層，大部分藍光因為散射被濾去，只係剩低紅光射到觀察者嘅眼中。你又知道嗎？一啲西方人眼中嘅紅彩呈現嘅藍色，亦都係光線被細胞色素散射嘅結果，同蛋白石出現藍色基本原理係相同嘅。